3号要开始了，23号冬奥就开始了。对，为了我们台湾队加油，所以呢，在这期间我们就不直播了，就暂停了我们就暂停直播了，我们就播到我们就播到进行到星期五7月22。7月22号呢，我们直播就暂时到7月22号。然后呢，我们大家就要看那个体育台不管哪一台，中华队加油，要为台湾加油，中华队加油，好不好呢？所以安尼大家都拢有疑念啊啦就不会无聊了。对，有事做了就不用暂时不用我们的陪伴，因为我们大家要守着电视为中华队加油，好不好呢？从7月23号开始呢，我们就暂停直播。7月23号开始暂停直播。请大家告诉大家，谢谢你们的等待。谢谢了，谢谢。好，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首那个蛮好。今天一定要把很多歌。一样是凤飞飞的歌好吗？好，有人点了几天了，《雨夜花之恋》。好，《雨夜花之恋》。对，《雨夜花之恋》。好，对，一样是凤姐的歌好，凤姐的歌，好，来。雨夜花，雨夜花，雨夜花就像她，雨中我看花，想起了她，多情的雨夜花。片片的花瓣随雨下，雨中行人莫见它。雨中花，雨中花，也像我的雨夜花。噔噔噔噔噔，昨天对我说，你和我要长相守。今天又说你要走，你想丢下我，丢下我一去不回头。拉住你的手，我不知怎样开口，只要对你把泪流。究竟你叫我等到什么时候？哇，好爽哦！这个时候不要小米酒。对了，要打疫苗的绝对不能喝酒这个是大家要小心因为我26号要打疫苗了，我才去想到了这件事情，小米酒才去想到这件事。